嗰啲睇到杯買來食的人，從頭會食飯包，唔過許多飯包明明有肉有菜，看起來營養過均衡，使本人有滋滋嘅唔係過健康嘅感覺個。特別有一間飯包店，路上會做出食物本蛋嘅面試，一個頭家係屏東高速行業，本蛋而提做嘅係室內設計裝潢，為到新人嘅空間而開始來賣有機食材。裡面有感覺講，市政方面個手指家族一路家庭愛開飯包店，伊嘅食材總歸係以親身行郊嘅台灣各地去討嘅，用有機也算無土嘅為主。煮嘅方式也家家用燒嘅、自內行嘅也都盡量囤食材嘅顏味留下來。另外打造飯包烘，如清楚寫出嘅打烘食材嘅產地，唔讓消費者感染。叫下來看下嘅有成分證嘅飯包。它品質蠻穩定的，那我就覺得它來源也好，覺得是有認證、有把關過的。迎客公嘅認證同把關，就啲呀一粒一粒飯條嘅烘嘅拍攝漂條烘看得到，當烘清清楚楚寫定，當烘食材係哪類嘅，做地講就啲呀將有按嚟嘅成分證偏多。我都同講啊，伊個是萬種嘅，唔多去查哦，應該係以前雖然嘅手機冇按封片哦，天路攏查得到啊，吼上網都看得到安尼，唔嘅嘛個農場有個網站吼，伊嘛呢啊唔嘅有機啊，一路有變好啊，攏查得到嘅。嗱像我做安尼東西，大家看到都安心啦。每桶食材清清楚楚公開出來，本消費者感染，係認證總品質有200幾位，關到農民老老實實要懂認真嘅對待自家出產嘅農產品。嗱，看到花蓮嘅農民啊，伊嘅翕一種相片是講啊，農人家咧做農事嘅農人家，男人也順利啊，同也不卡爾翕一張相，啊，搭到嘅賣菜呢度嗬，送搭咧，本人講是講，伊個菜喺外中咧，你做得安心來食，哦，哎，看到安尼東西都真感動。其實總品質頭擺係一類室內設計師，有200代的業務行業去遊覽，新人係識到花蓮嘅空氣無土嘅豬肉點講同好食，就像簡單10個，新人呢就識到會切米，不數幾天愛落身來做純營養。好些原因是講，繼續嘅注意哦，清腔哩，用伊嘅水啊，都比咱西部葉片哦，個強哩啊，吼啊，清好嘅感覺啊，新人係想講，安尼新人你愛食嘅東西吼，可能有生意做得做哦，啊，我做總統嘅要做10年嘅啊，咁我講啊，因做安尼嘅東西吼，所以唔得做一啲同人無共用，安尼嘅東西都係長久做嘅。條黑馬總品質開嘅係有機食材店，下後轉去開偏東店。佢希望老人做出無共用嘅，未愛做出空氣有限保留食材嚴密嘅偏多，故所聽錯唔用破。我有研究過，而喺偏東店我配吼，太類分個炸排骨啦，炸雞腿啦，千無健康。所以我感覺講啊，我做啲空力叫嘅東西吼，滷嘅東西真好。啊，滷嘅東西鹽分太高啊，所以俺也做嘅東西有滷嘅，但是一部分啊有嘅就用整嘅啦，啊用炒嘅，啊用曬啦吼，啊用鹹嘅安尼嘅東西，安尼食通嚟吼個穩定啦，食得味咩，個食得到安尼嘅材料嘅鹽味。為確保大項食材都係安全空氣呢，故所總品質都會自家去擺好農民來討食材，同時不定期會去處理。從同樣亞嘅有機農場，總品質就會知道農場主人對農產、環境、照顧管理亞條方式有以後嘅想法，故所都合意。因為按照循環農法嘅時候，就是然後給腳落去，佢會是從能夠從亂，嚇。能夠存到嘅長菜，嚇長菜建議都會挖開出嚟食，
好，咱实体时候吼，你样来大田、样来种的时候，是你爱虫害的问题吼，还个插错的问题吼，会相当多。许多产地除了会同农民交流，还会看农场附近嘅环境，就会会同食材把关。来去看伊个目的地带用乜嘅植材啊？哦，譬如講有農藥冇，有用冇用哦，沒用講嘅，銀行一轉唔都提供啊，伊是用伊。啊，還有唔嘅東西嘅貴嘅過程嘅管理是用嘅，銀行貴嘅可以看過，唔係來農場看嘅，看嚟可以係咪黐黐嘅來看一塌嘅討論。有空間嘅食材，將食嚟到食物本地嘅美食，不過食物本地嘅美食，大家漸漸老到係無味無食。故所取食愛見溫過時呢，總分子還花一段時間講到廚師自家下唔加味素，不過又會做出多樣嘅口味。故所還研發嚟各種特色嘅醬嚟增加食物嘅風味。人咧排骨用炸，人咧唔係，人咧行過以後，啊行嘅時油通一絲絲味，啊行過以後上面放安尼糯米醬，像安尼客家嘅吉醬啊，安尼嘅東西共用嘅意思，啊伊咪酸酸甜甜，安尼嘅東西，咩係梅嘅鹽味啊。認真辦上嘢就會分一道脆蛋，點度後還有一個聲音做下，將類營養師做出來試菜討論。突出幸福世界，同時應用原粉嚟取食。總棍子唔但將尚未做出食物本地嘅美食，而係行業未邀請家爸爸、搞點味獨風嘅廚師來播豐肉，而同客家嘅好滋味容易偏獨獨風。名菜是真簡單啦，無用乜嘅太稀化乜嘅東西下去，都安尼偷油、米酒啊，個是呢糖啊，呢香蔥啊，呢真香叫做客家味嘅美食。也喺豐肉之外，很多都好吃嘅東西啊！哦，啊，我感覺講啊，唔係好食東西，同大家試看啊！哦，啊，都上我愛來做看啊！那個一方面係是感覺安尼嘅東西做得太漂亮，客家嘅味，燜嘅東西啊，又係燜豬肉係客家最熟悉嘅啊！哦，啊，佢客家做得接受嘛，冇想到一開始賣啊，客家都講啊，哦，好食。也按上顏色嘅偏東獨風，食材嘅本錢就卡睇一半。不過總棍子還可以堅持愛用空間有天然嘅食材，會同遊山耕種嘅農民共下數據，培養兒同土地嘅空間。